空二事，台湾灯会伫台南，这咱知影安平灯区规划真侪场无人机的表演，有真侪乡亲去欣赏500台无人机伫半空中摆出立体金龙头、台南400等等的字，互民众看甲真满意。也毋过有网友伫反映，讲伫表演的后半段出现真侪在地赞助厂商的名，互咱无法度理解。也毋过有人就是讲，这真有创意啊！灯会会当广告嘛袂歹，在地民众讲，这款的商业行为会当接受。市政府是强调讲，一个成功的活动需要民间的力量。500只无人机登场，伫天顶摆出3D 龙头、加上的面谱、加台南400等等的图像，互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真过瘾。这是台湾灯会安平灯会展演，是讲有民众对这个结束的图样有疑问。无人机的展演出现小白百会、文章牛肉汤一挂台南在地厂商。网友发文章讲是真歹理解的无人机表演，因为讲最后登场的是文章牛肉汤，感觉怪怪。其他网友有人讲真有台南味，嘛有人认为讲灯会会当和业务配合有创意，也有人呛讲这到厂商赞助，敢会真歹理解。一些民间团体去参与支持的话，我是觉得共襄盛举，我觉得无可厚非，因为一定会有赞助厂商啊，就看要怎么展现。台湾灯会今年伫台南登场，主灯区伫高铁附近。安平灯区是有空中展演3部曲无人机的表演，全部由台南创业的无人机团队来完成。因为赞助厂商的图样引发到热烈的讨论，在地民众嘛拢有家己的看法。招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非常欢迎这个来投标厂商呢，可以寻求社会资源的共同参与哦。会在这个最后片尾的时候呢，给一个感谢的卡，他们的 logo 哦，来感谢这些赞助单位哦。市府表示，这个活动的成功，民间的参与袂当少。3月一直到3月初10，活动结束进程，每一个礼拜6、礼拜暗时7点45，拢有空中的展演。嘛，欢迎游客到台南参加灯会吃美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